今个游记过实行，后山环境好，条件好，当然变做发展游记农业的好素材，推动资本一路以来本钱过有名。今年能得到是泰省农奖的比南乡嘉比山首班第7班的班长张明琼，10年前都转去港中种有机咖啡，还结合温泉研发出温泉咖啡，用一般农民认为无价值的咖啡果肉来开发出咖啡酸吃。同时，也是温泉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张明琼，还打算要囤资本打造做有机村，一屯扮演天数下计划提升强做有机减量业道。虽然推广的过程过多困难，不过希望理想提升过后，有更多的后生人有归乡工作的机会。本餐盘点归路系不餐后猛然冬天，就讲到底本养批出上到晚餐，底本晚餐起就丢啲来出系干工身体，不过两位除了晚餐，第二个美食行有机。日本水台，日本人伫底本山起种嚟当到肉草，所以两位就按照肉山。唔但像是拉动好，看得到贵州推动时期，还那两位嘅环境未都适合种咖啡。咖啡本身它就是喜欢半日照、半遮阴的一个作物，在我们这个山头这边，刚好它的气候环境蛮符合的。这边的海拔高度大约在500左右，然后自然条件土壤、水质、降雨量都蛮适合咖啡的种植栽培。活动对日本市台出开始种咖啡嘞。日本战败过后，台湾人老咖啡树暂停，改种其他经济作物。连安东年台南啉咖啡嘅人变多嘞，漳州重新发展起来。比南乡咖啡3小班第7班班长张明聪，本单睇你阿哥伫土壤做建筑，帮妹为到照顾热爱，未唔盼地赴海天出安用放铁，所以10年前嘅天转到地本做农。刚返乡的时候，种植生姜，它是需要用比较多的化学肥料跟农药。所以对这个土地伤害蛮大的，而且每年都要换地方，然后去思考怎么去对这块的土地永续的经营。帮妹知道肉山唔但像适合种咖啡，还做啲老文餐干工产业结合，所以在面冲嘅田解除种咖啡，还那一种出系三甲田。每年咖啡采收完之后，我们要做一个修剪的动作，以维持咖啡的产量。因为这个咖啡它的这个老枝条这个枝条采收过后，它就不会再结果了，所以到最后它的养分传输不够，它的产量也会降低。不过前3年随着投资冇收入，张明聪大拍讲经济压力是才动态。还那经用版没想到，漳州咖啡嘅田园出多到风采，老咖啡树都吹放太累。所以刚开始跟老爸在种的时候，真的很失望后来很伤心后来就去想办法去克服这个台风的风灾的问题，所以在田间就会种植一些树，拿来做防风林。所以菠萝梅树下种咖啡，咖啡树下种青菜，都种新嘅种植，未充分利用土地。这样也是算一种间作方式啦。你种咖啡爱较个菜汤收，个免去扑草。所以咧烤的时阵，迄个纯刷咧
头还先甲拖掉，这样就 OK 了。算咧烤草嘛，是咧趁钱啊。10年前，主机还唔时行，张明聪30块时出嘅田中主机嘅方式来做，环境改变咧，东道生活都转来咧。这边每年的咖啡在开花的时候，也都会出现一些黄赏凤蝶，像田间的很多树啊，这个都是对一个生态平衡，然后才有一些多样性的动物。生态恢复係最好嘅回饋，張明聰咪喺那靠田方向，咪專會看到主機農業嘅商機，佢促進緊讓其他農民提手來做主機。除了加幣，還有高資搶取領導，兩下份產出做主機就不間面積已經超過15公頃，還繼續增加當中。你是安怎愛做有機？即擺就愛看時代啊，照時代行啊。講到有機才靠人要愛啊！我嘛是我家己做，我家己銷啊。一般的人观念对有机都比较向往嘛，然后就观我这边做民宿，我的菜也是有机啊。你们在这边说很吹牛的话，就是说我这分多金都有机的。不過做主機唔係講會做，出做為生嘅，但長天經管理，出本人都辦努力。你这有无？这种咁的这有无？这较老话这有无？这树啊，剩一拄啊，这尔，这就干这一拄啊尔，所以这老话。68年3小班升級過後，張明聰長條例如開辦會嘅時節，長先生也係過兩廠間機來上課，自家嘅長條都辦人嘅難度係高幾多，尤其辦人嘅年紀平均都60-70歲以上。老人家唔會用電腦，記住提手下嘅話做文書處理，也係順強不粗糧的。靠着這個費用啊，吼，就是種的，迄就是政府咧鼓勵你做迄個有機的補助款，1公頃5000塊獎勵金就對啊。伊去辦，伊咧講700公頃嘅。若愛欠啥物啊，若會當迄個，我攏拜託班長。啊，較早咱小班還未成立的時陣啊，吼，啊，你當初都敢靠家己爾了。係啊。要办事就好像說我在申請有機認證來講，要是沒有他，我摸不着頭緒啊，要去找誰？所以你向往去做這段，你沒有門徑的，要摸索很困難。一直白嘞吼，白嘞这一目拢会，拢会做證嘞。这拢会当做證。張明聰嘅主機理念，係讓同嚟其他3小班咪強下加熱，本單定位提早世界查勤奮，2年前轉來做農，經過3年嘅主機轉興起，去年咪通過嚟主機驗證。有機栽培嘛較袂水，今仔有肥料咧落，可能較水。啊，安尼哪会要搁做？啊，就是即摆拢大家身體拢無好啊，即個有機咧食嘅物件袂使去做農藥，袂使去迄個。唔但搶看起來唔正，產量咪可能變少。查勤奮處處加咁麼做呢個，前年產量太早至環境，去年漲量至前景。你說準備2-3年的時候不做就不做，這樣是很可惜的。這樣，我們是屬於半退休的，所以產量變少沒關係。比較不看這一塊的，但是我們是想做養生嘛，養生的東西就是這樣。不過係個專機為預示嘅老師，總上唔得，係大家都思顧理想聽聽。
对于环境的保护跟有机的意识抬头之后啊，其实在加入有机这个区块的农园，他都是蛮有意愿、蛮有决心要从事这个区块。在怎么去面临这个生产跟经济压力的平衡，这是比较需要去克服的。所以一般班园它的产品的销售处理，我们就要怎么去帮他们想办法去做一些通路的行销。三小班列下主要透过放送多部，就技市场，让农会超市列几只通路来卖，就主要嘅影響。唔過台灣價比品質雖然好，假使實高出進口價比當多，證明出亦確實想為老公共盤點結合嘅想法，現實上亦難做到。所以我們還會慢慢的開發一些像咖啡醋、咖啡手工皂，還有一些蛋卷、牛軋糖這些，它讓一個產品的多樣性，然後它一個發展，也可以提升整個咖啡產業的利用價值。集中呢個台灣市場普地水面嘅為頭體，經過機器共有個皮落咖比頭，讓皮半塊內，主辦農民亦會冇價值嘅牛，證明出撒入會中清清水，會發出嚟咖比絲，除連咖比頭咪貼片入半清水，來做水洗發酵嘅處理。這邊的溫泉水只是碳酸氫鈉泉，是可以飲用的啊。日據時代就稱為美人湯，它含有豐富的礦物質。我們透過這個溫泉水啊，加以控溫，啊，讓它的時間掌控在比較穩定，差不多在12個小時左右就可以完全發酵。不然一般的話，有時候你含留下來24小時，它還發酵不完全。呢種上面係結合柴田溫餐，打造出自家嘅特色老貼片風味嚟。三小班還能創立品牌，為了其他咖啡市場做出分別。還能同時咪係溫餐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嘅張明聰，咪希望用嚟做基村嘅方向嚟做，後半還能到後生意，要盡力鼓勵做事嘅機會。務農年齡層老化之後，整個農地就變荒廢。你荒廢之後，怎麼去做一個標杆啊？也是算一個樣板，讓人家知道，返鄉務農它也是有一個潛在發展性。他以前跟我講過，我就很認同。不過就是說，剛要起步可能很困難，因為這要大家共同認同的問題，不是說你我三三兩兩說好。但是這還是有三三兩兩去起步了，沒有這些人去起步也爬不起來了。但是盼望說他能把這個理念稍微推廣，讓我們文前村的人都有這個共識。張明聰落社區本做3隻企劃，來做社區發展的藍圖。第一個就是生活圈，最主要的我們的商業街、飯店業者這邊，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的藥山、樂山這邊，然後是屬於一個生產區，然後跟我們另外一個就資本林道跟資本森林國家公園這邊為生態區，那個生活、生產、生態。規劃好方向、老目標，打造貼片式，抓住條件，老提升競爭。張明聰善用資源，生產有機咖啡，下落其他農作提手，強下推動有機產業，提升種植技術、老品質，大量社區提升我對內有機村來發展。今年以海南得到水農獎嘅肯定，唔但強為全國香港後生意建立模範，亦為社區整體帶來新希望。
以上都是下礼拜嘅客家新闻插枝，感谢大家嘅收看。为促导发展观光，台中市政府鼓励设立民宿，今年起始提国旗推动说明会。不过，许多外埔企业事件受到民众强烈的争议。原来外埔隔壁嘅有钱林沙、太高屯后里，如是地用偏远地区嘅名义申请民宿，长期受到虽然天天期限制发展嘅外埔，但都无算系偏远地区。那么安尼呢？下礼拜向下嚟关心，安尼再会。